Mirror 成員女着柯伊頓最近忙於生日活動，不過粉絲一番好意引發咗一場爆笑嘅兄弟互砸。有位粉絲喺 Threads 上分享咗伊頓拎住麥嘅剪影，因為拍攝角度，剪影引起無限聯想。伊頓本人喺留言區幽默回應，寫咗句 What my 得，幽默回應引嚟網民大笑。佢嘅大學室友香港劍擊代表蔡俊彥 Ryan 直接留言笑指女假狗，仲話好奇怪邊有咁大，似乎對老友嘅尺寸相當了解。面對好友公開挑釁，伊頓即刻還擊，戲稱 Ryan 係蔡小鳳，仲反問似你把劍咁有咩？兩人咁樣一來一往嘅互砸，令網民睇得津津有味，紛紛留言要求拎證據出嚟，仲笑住話留言區係18禁現場。其實呢對老友已經唔係第一次當眾嗌交，上個月全運會期間，伊頓做記者訪問 Ryan， 佢哋已經劍來劍往。Ryan 當時仲話本來好唔開心，見到你開心好多。今次嘅剪影事件再次見證咗兩人堅固又幽默嘅兄弟情。